再来看这中国的河北最近嘛是同款落大雨做大水，伫北京呢已经有30个人死亡，而且嘛有人失踪。也那富平这个所在是1点钟落145毫米的这个雨量，有几啊千人已经脱离。另外，承德市附近一个庄头嘛有崩山的灾情，拢总有4个人死亡，8个人失踪。画面内底的民众虽然风救出来，不过也是真惊吓，边仔阁有车浸在水底，浮在林里。这个民众撩水过，想要把车救掉嘞，边仔阁有人要去倒三工，不过情形是真危险。动不了了，是飘过来的。车上有3个人都是呼救了吧？当时车门还能少开点，窗户能开开。这是河北富平的街路，不过早就已经淹水，有的民众掉伫遐，敢若会当等待救援。这个查某人伫电火条的边仔，等有人来倒三工，才去地势较悬的所在。人家那冒着生命危险救我们，没有他们我们就淹死了嘛。河北重灾区之一的富平，为7月中就开始落超磅的大水雨，2日转至7黑暝，一暗的雨量就达到315毫米，创下全市的纪录。而且1点钟捌达到145毫米。27早起部分的所在累积的雨量超过540毫米，山区嘛发生土石流，已经有几啊千人疏开，车路甲桥拢受损，部分的庄仔头无通讯嘛无电。当局正在抢修甲安置受困的民众。那承德市附近一个农村，因为落大水雨发生水崩山，有人不幸无命，有人失踪。另外，北京市的密云甲怀柔等等的所在是重灾区，当局为2日暗时开始，伫密云、怀柔甲延庆密集发布大水雨红色的警示，连续几啊天做大水甲土石流，已经夺走真侪条人命。北京差不多已经有8万人疏开，其中密云区就有差不多17000人。另外，前顶礼拜密云水库的入水量，就达到破纪录的1秒6550立方公尺，城市无通讯无电的超过1万户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当局都要做上摆的拍算，赶紧把可能淹水的所在、甲遐的居民疏开。公司新闻，黄文亮报道。